好，來繼續來看中國舉辦第6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，提供到免費的食甲大，要吸引到台灣青年去參加，講這個統戰的性質真懸。另外，國民黨的副主席張英強嘛率團去參加，陸委會副主委楊文傑來批評，講這個張英強半個月來去中國2屆，是咧參加到中國的統戰活動，配合阿強的宣傳。國民黨是來反駁，講是為着要促進到台海的和平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兩岸呢不能有戰爭。迄上有寫中國台灣的回扣，閣邀請中國在地人寫賀卡。伊是台灣青年邱慶齡佇中國海峽兩岸中山論壇的舉辦前，專案去廣州的中山紀念堂。第6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招16歲到45歲台灣青年，活動期間食甲大，交通這種免錢，參加人只需要負擔往回澳門的機票，用這款方式吸引台灣青年去中國交流。國民黨副主席張英強冒帶團出席。盼能實現中華民族不再內戰，海峽兩岸不應內耗。除了張英強指示的是，呼籲兩岸推動和平甲發展，佫講兩岸關係唔是國甲國的關係。張英強真接去中國嘛，變成一個焦點。2禮拜前，伊才帶團去廈門參加中共官方舉辦的海峽論壇，並且重申9·2共識。第半個月來，佫參加中國官方辦的大型的兩岸交流活動，劉會攏認定講這有統戰的性質。張榮恭副主席花了很多時間在對岸參加各種統戰活動，配合中共做宣傳，相信國人自有公平。張榮恭主席在大陸的訪問，就是為了要推動兩岸關係能夠促進台海和平穩定。我們協助陸委會來維持兩岸這個和平穩定的關係。陸委會感謝國民黨都來不及了，今天怎麼還好意思來批評國民黨？為聲台灣青年到一直宣傳9·2共識，中共種種的交流，到底是為了要扭緊兩岸的關係，促進和平，還是只是為了中國對台灣的政治宣傳呢？